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陈正亮教授做客西藏之声。陈教授您好。你好。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您跟西藏的因缘，还有是什么促成了这次达兰萨拉之行？是，在2016年的时候，台湾有成立一个叫藏台人权连线。那这个人权连线呢，主要就是有西藏的朋友在台湾，那也有我们台湾自己的 NGO 一些人权的工作者。那一方面是希望说两边的这种人权的活动的这个可以有互相交流的机会，所以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连线哦。那我们大概这个连线大概会来拜访这边的这个政府机关也好 ，NGO 也好，整个流亡的这些藏人的社区这样，那做一些交流这样。所以今年刚好是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有关于教育这方面的议题。那我本身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嘛，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我跟另外一个教授就到这个地方来，大概是这样。那您个人跟西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我算是藏传佛教徒，在台湾有很多的藏传佛教徒所以我应该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开始接触藏人的议题的时候，是从这个角度进来的。当然，慢慢你就理解到像西藏的这个境内在中国境内很多藏人的这个人权的问题，这样慢慢就越来越多的了解。但一开始是比较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来理解的这样。所以这是您第一次访问达兰萨拉？其实不是，这是第3次了。对，之前2次都是上课，都是上佛法课。了解。那这一次反而是比较专注在一些拜访了解一些学校的状况。所以这几次来达兰萨拉，有接触过很多官方跟非官方的人士，是，还有参观不同的团体机构，对，然后有跟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交流，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印象？我们到德里的时候，有到这个 JNU 跟这个藏人的同学有座谈交流这样。那大概我们就是谈台湾过去民主跟人权发展的历史。那也从藏人朋友学生这边听到他们对你们自己议题西藏议题的一些想法，一些政治上的主张一些看法这样，所以有一些认识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有拜访这个 Tibet Transit School。那这个算是刚认识的一些刚从西藏流亡出来的一些学生他们中文讲得非常好，所以在沟通上也没什么问题。那了解到他们大概现在实质上的处境以及在境内的一些处境嘛。当然，我们也拜访了藏青会拜访了这个政府的相关的不同的机构，教育部，然后这个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Department， 那这个一些不同的政府官员，那当然还有拜访媒体，这个VOT 是你们还有另外一个是VOA， 所以从这些拜访里面，我有一些观察啦，那这些观察大概让我觉得说，即便在你们很辛苦的这个处境里面。而且基本上，你只要是询问每一个人他个人的状况，你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很辛苦的故事不管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印度，这样每个人故事都蛮多的啦。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们内在有一个比较强的力量，就是心理上的力量，其实蛮强大的，非常的坚定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您刚才提到您在台湾教书，在世新大学，对，应该课堂上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是。那你们平时接触交流的时候，会不会谈到人权或者西藏议题？在台湾，你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台湾独立的议题，
不一定是西藏议题，对不对？那中国学生在面对这一类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当然都会采取不一样的态度跟这个西藏独立与自治的议题是有点类似，然后等一下再讲一下西藏的部分。那这类议题大概都分为3、4种态度，有一种就是比较嗤之以鼻的，他根本不想跟你讨论，他不想听你要讲什么啦，这种你跟他讲什么大概不是有用啦这种学生是有啦。那他可能比较关注就是说我来这边就是要取得我的学位，我要完成这个我的学分，那将来我要拓展我的人脉个人的生涯规划嘛。那这一类的学生大概不太会愿意去听你讲些什么。第二类学生可能是比较激动的，他会非常的想要跟你辩论这一类的议题。那譬如说就西藏的议题而言，他们会认为说是我们中国人带进文明嘛所以是文成公主带进了文明进来。那现在我们把科技带进来了，所以现代的文成公主。那这种说法当然就是一般比较殖民者会讲的话。你看在印度，英国人也是这样，有些部分的英国人是这样看印度，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英国人来殖民你们印度，你们哪有铁路啊？对，这样你们哪会有现代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带来的。那以前台湾被日本人殖民的时候，日本人也是这样想你们台湾是比较低级的，那我们带进你们卫生健康等等，这都是殖民者普遍会想说的话。那这一类的说法，当然就是非常的站在中国正统的历史的那一方面的叙事嘛。那这个你可以跟他好好沟通这种人他愿意沟通的，就是说他情绪上相对激动，但他相反的他是不愿意沟通，所以你可以慢慢跟他谈对这一类的人，如果你讲的是中间道路的话，比如说你们的 middle way 他们还蛮可以接受的，反而是可以接受。对啊，民主本来就应该自治嘛，慢慢讲他也是听得懂。那当然一种是最好，就是说他的反应是他愿意开放他心胸去看待不同的事情。那你跟他讲台湾独立也好，或跟他讲西藏独立也好，他其实是可以接受。当然他不一定说他会变成宣传者或什么，但他是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那有一些不同的论述的方式可以改变不同的人，所以当然对第一种人，他不想跟你讲话的那一种人，你不管跟他讲中间道路也好，独立道路那是没有用，一点用处也没有。那愿意开放心胸的人，你跟他谈独立的议题，他甚至都不一定不接受，不一定不接受这样子。这大概是一些，当然有些一开始可能会比较双方会比较剑拔弩张一点那我自己在世新大学开的课是有关于多元文化的，所以本来就会带很多不同的议题进来，譬如说谈台湾的少数族群的问题，那外国人在台湾的权利保障的问题，那谈过去我们怎么面对外国人来台湾工作，他们没有被保障，而甚至是被剥削的问题，会谈这一类的议题。所以这种课程本来就会带各种不同的刺激进来，这样子。这是对中国学生而言。对台湾学生而言，其实西藏议题也是很重要，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基本上是一个空白，他们不了解西藏，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不是说我就说两方的交流不是只有对中国学生有意义，如果他们刚好在台湾念书的话，对台湾本地的学生也很有意义。他们可能有一种很奇怪的想象，就是说是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香格里拉啦，这种对西藏的那种很不现实的我们称之为异国情调的一种想象但这些东西都不现实，不是真的嘛？那西藏境内发生的事情，他们一点也都不知道。那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不只对中国学生有益，对台湾学生也有益，他们应该要了解这些东西。
刚才您提到中国的学生有些是愿意跟你谈这些议题，人权还有台湾独立或者主权方面的问题，有些甚至愿意谈西藏的独立问题。那这样，明确的比例应该很难去点出来，非常困难了，因为会来上你的课的人相对就很少了，所以你可能就是个案吧，就1-2个个案的状况，很难说没办法说那个比例这样子。但是一般说，我们不要讲这个西藏或台湾独立的议题啊，一般说现在中国学生大概有2种，早期来的学生在态度上比较谨慎，非常谨慎，只要他感觉到一点敏感的议题，他就会闪开的，但是不接触嘛。那现在大概就2群，一群是慢慢接受在台湾的很多的社会运动的一些想法，甚至也会参与，非常积极。那这一类人，我们就很担心他回中国该怎么办呢？这样因为他回中国可能要面临到很多的这个调查。因为我有一些学生是这样，就是他慢慢变成会参与在很多的民主运动里面，或是人权运动里面。那他在就是汉人，也不是西藏人，就汉人，在放假回中国之后，可能就会被调查，这样那这一类开始有了，而且他们也非常勇敢，他们非常勇敢。那另外一些就是比较个人生涯规划的，希望将来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好职业的这种人就比较多数了，这样。所以您是佛教徒，然后您现在在台湾一所大学任教，所以从这2个层面来看，来达兰萨拉参访，然后跟藏人接触，了解西藏议题，回去后，在这边的体验经验，回去后会不会从这2个层面让你有新的体会，或者有什么影响？当然就是说在教书上可能会带更多的西藏的议题进来，这样这是一定会做的。那这个连线藏台人权连线在这次的参访里面，回去也应该也会有一些讨论，就接下来的交流工作会怎么做，这在工作上一定会去讨论的嘛。那再来就是说，个人层次上，除了工作上我会去带西藏议题进来之外，个人层次上当然感受也蛮深的啦。就当然刚讲那个第一个感受就是，即便每一个人都有他很悲伤的故事，但是呢，你们都非常的坚强那这个坚强是内在的能力，不是你有多少武器的你没有武器嘛。不是你们有多大的外在的物质的建设，好像也不是这些东西。那真正但是内在的力量很强大。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秤子来称它有多重但是这个东西可以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能够跟你们学习这样，这是你们独一无二的力量，这样。我想你们的教育系统非常的成功你知道在我们台湾的教育体系现在越来越强调是这个你个人的经济成就那你将来毕业之后应该要能够赚非常多的钱，那你赚越多的钱，你越成功，就表示我这个学校的教育越成功。那我们学校在台湾的大学现在变这样，就是说你这个大学能够招收到越多的学生，收到越多的学费，然后你这个老师发表的 paper 越多，就是一个越成功的学校。那反而没有看到真正内在的价值是什么，教育内在的价值是什么。那我觉得你们这部分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你们有非常清楚的目标，这样子。那另外我接触到很多的你们不同的层级的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管你们从事的运动是什么，那你们都倾向于让这个
教育的过程里面在教育的过程里面，希望让每一个人都是变成一个善良的、温暖而善良的人。那在台湾，这是我们已经消失了。我们只希望说个人的经济成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要跟你们好好学习你们做得非常好，比我们好太多了。谢谢。那所以在个人层次上，我有这个感受。您这次来达兰萨拉，除了您自己是藏传佛教徒这个身份以外，那不可避免应该会接触到西藏这个政治方面的议题。那您对西藏议题有没有这么多次的访问下来，有没有新的体会、认识？还有，请您对西藏我们抗争所谓的西藏事业的未来做一下评测。是，你很难不去看到这个你们有路线上的争议的辩论，有中间道路 middle way， 还有比较倾向于我们就要坚持要独立的这个道路。那就我的角度看来，如同我刚刚讲的，在面对中国学生的时候，他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接受的东西其实不一样，所以我有时候不觉得这个争论的差距，两边的差距有那么的大，有时候可能是针对不同的人，你要怎么去说服他，这个民族希望能够有他独立跟的尊严，所使用的不同的方式，这是我第一个观察，也跟我的经验有关系。这样，因为在台湾我们有跟中国统一，还有台湾独立的辩论的议题。那有时候在选举的过程里面，会产生很多激烈的冲突。那有时候会是直接的身体的对抗，其实就打架这样。那这类的问题变成是很难解决，很难解决。那但是在你们这边的这一个冲突，路线上的冲突似乎不是这种状况，不是这种状况，好像这个争议的产生，是因为当你面对不同的人，应该如何去说服的问题，比较接近是这个状况，我的理解啦。所以这个蛮特别的，蛮特别。那我想讲说，在世界上很多反对殖民反对占领的运动里面，要完全采取非武力的对抗是非常困难的，真的是非常困难你看像北爱尔兰的状况，那你看像这个争取独立运动不牵涉到武力对抗，的确是非常的困难。那武力对抗最后当然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效果，最后就是永无止境的战争，经常是这样。对，以色列也是这样来的嘛，但现在跟这个巴勒斯坦是几乎没办法协调，就是永远在对抗了嘛。那而且这就是直接是战争性的。所以但是你们采取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做法，就完全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说服的，就是透过说服的力量。那这种力量，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内在的力量，虽然没有办法被称重，但它却蛮持久的，而且影响力非常的大，影响力非常的大。那我相信，如果你们继续保持这种状况下去的话，武力的力量终究长久来看呢，真的是长久来看是没有办法打得赢你们的。我觉得你们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和平的非武力的手段永远摆在前面，所以你们内部的这个争论也不会是一个严重的争论，就是路线上的争论也不会是一个严重的争论。而且更何况你面对不同的中国人的时候，你的确可以采用不一样的方式嘛，这个是很自然合理的现象就像我们佛教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教派，
有小声有大声，针对不同的人，我们采取不一样的方式嘛，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这大概是我的想法了。所以 you will win。谢谢，好，谢谢陈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谢谢。